继续来关心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防指控加入去金华城的案件，防羁押禁见已经1年啊。台北地方法院昨昏裁定伊7000万交保，不过面对这么大庞的金额，到昨昏单陪期间足足5000万。原来郭文哲是讲，拜伊甲律师见面了后，才决定敢要办交保。 前民众党主席关提加入金华城案件羁押到即马8年7个裁定，关提7000万交保，伊太太陈培琪4个钟钱，希望伊赶紧交保。不过根据了解，甲银行签约时间结束，敢若总值5000万，关提向各签署做理由无办理交保。 他其实自己心里有一把尺，好，那接下来的这2000万元，到底这个柯妈妈还有美兰姐他们这边，到最后星期一的时候，大概能够筹措到多少？那律师也会再进去跟柯 P 沟通。民众党原认为，关系过去8年裁定新聘经1亿交保的时阵，表达哪照一息爱开真侪利息，甘愿继续闭关的公款，就知影高押保金是真大压力。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发文认为，这么大的数字对一个遗属家庭来讲，依然是袂堪得哩。柯文哲必须要自己签名，要自己拒绝，自己保证自己，也就是说，完全是柯文哲的意志。白话一点啊，柯文哲没有演戏的空间。 老实说，无限抗告这一招，柯主席不是没有出来，而是很快又被拉进去。我想将心比心，如果任何一个人遇到这种司法的连续攻击的话，他都会对司法产生不信任感。有政治学者认为，7000万不是小数目，还佫考虑律师费、进行诉讼等的压力。若无想办法离开看守所，应该是本能的期待。面对郭文哲延后交保，也留真侪政治解读的空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